俗语讲了好。一个清凉的下晡，披皇上良心大喜，想要选妃，然后伊就命令太监小宗主到城内去放风声。不想到几个时辰的时间，都有足侪位水姑娘要报名。咱来看，这几个水姑娘会安怎，互皇上欢喜？皇上佫会选搭一个人来进宫呢？互咱继续甲看落去。隔壁皇上，请我来了过来的美女，想要来互你选妃但是你选妃的日子搁一段时间，是我请因先等去休困。讲什么笑话？来来，来个来啊！什么叫先等去休困？所以会使进来啦。哈？会使请因入来互恁看吗？你一定爱来讲话吗？我想讲，小可先曾志伟，所以要选因入来吗？是要用请，要用选啊！你甲我讲选啊选。要选因入来吗？好啦，啊来啊！我若一工，然后选一个妃来陪我嘛袂歹啊。好，一个叫一班，好，看卖哈。选第一个美女入场，自我介绍哦吼，皇上熟悉你。皇上你好，我的名叫做朱吟，我足够读册，我嘛会晓吟诗，迄种弹琴啊，是下棋啊，是看册啊，是画图啊，我拢会晓。我若是陪伫你的身躯边吼，我会晓陪你吟诗作画。什么？请教一下，什么叫下棋啊？下棋就是落棋，下棋。一般是拢讲行棋啦。行棋。你讲吟诗就对啦。诗。好来。好。真时明月汉时关，后一句。迄落，搁迄落。无读册就都无读册，佮讲伊读真侪册。但我听无啦。真时明月汉时关，千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良情非常在，不教乌马度阴山。等，皇上，等下，皇上你甲我教，我要陪伫你的身躯边。我袂晓，无要甲你教。你教我教好下。边啊，等待哈，来选后一位啦。选后一位美女。这个水是第一档哟。皇上你好，我的名叫做孙雅，你会使叫我雅雅。你看我的身材，看起来都真老生，保证会当甲皇上生足侪位良子的哦。安怎？较过熟你不要讲话啊！毋是较过熟。皇上，安怎？这款人报名会过哦。较多无看到伊的，可能对厨房走入来。伊无答应我改站啦。好，按拖到边仔就咁好。安尼。好，选后一位。后一位美女。我叫做海军啊，你会当叫我陆战队。小君君。我吼除了生了真水，真会煮菜，我吼个真会唱歌，我会当吼。安尼，逐工，陪你夜星光。这位姑娘，这位海军姑娘，你看起来生得非常的美丽啊，体格真好，歌声嘛是真迷人，这我了解。但是俗语讲得好啊，朋友妻不可欺。你是我的朋友，不爱。皇上，阮拄这朋友是我民间的朋友啦，吼，你甲我讲因某，你嘛伫厝安尼赤白白，好比是好爸母共款，所以我看啊，暂时莫考虑，请你一旁边遐等啦吼。皇上，你可能有误会。我实在是，我毋捌结过翁呢。你就做。我徛伫迄边就好啊。选后一位。我当叫你选啊。
选后一位。皇上你好，我叫做心动，今年18岁，你选我？无位啊啦。对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头前遐个人哦，伊个优点我拢有哦，我嘛足够生哦。而且哦，我人美，人水，心搁较水，我绝对美红。哇，周小姐，你开油漆行的哦？啊，你面膜甲白过啊，你规涂骹粉啊，甲你看卖，哎呦，规片你看，规片落来你看，哇，你嘛拜托咧，你毋是你的啊，我怀疑你讲你几岁啊？你讲你几岁18岁。 18，你一定是黑白差8的年纪，你毋若18岁，你绝对无许我看你加一倍36个，我跟你讲，气滚之罪，我跟你讲。你这老不羞啊！叫人嫌我老嫌我歹，你家己也唔照镜，你看你家己啊，生到这老，生到这个歹，鼻孔这样大，哦拜托诶，你家己这老，讲什么食幼气妹妹，我呸啦！大大，从我定机以来也冇配过，头一回你敢甲皇上配，我呸！再配一次，呸！连配3个。啊好，伊根本就是老狗跋落树骹。第二句俗语来咯。我看你根本就是虚报年岁，你个加一倍，你上少36岁。你这老不羞啊！叫人嫌我老嫌我歹，拜托诶，你家己也唔照镜，看你生到这歹，生到这老，鼻孔这样大，讲什么食幼气诶，我呸！好你大胆！大殿之上竟然敢向皇上配，自我登基以来也冇互配过。我呸！连配3个，好等你个配10个。哦，都垃圾，你好劲诶啦，劲到都垃圾足。好大胆，安尼甲皇上配来配去，伊根本是鸟鼠跋落回京。抓！你配了真好。对哦，这对我这个查某囡仔对皇上安尼喜喜叫、屁屁叫、变变叫，迄习惯，伫皇上头前这里好当迄是会掠出去。在头诶，毋那呢，可能连珠高族哦，哎呦，就九族拢爱做拜抬头，所以你感觉对迄个情形是对一句是对的。第一句叫做鸟老狗跋落树骹，认为这句结束，一个尔。我听你，我听你，哎呦我听我嘛听你你。，我嘛听你。你讲你来选你先举手的，老高伊就是特别死啊，伊个跋落，我听得怪怪。不是你，不是讲你啦，不是讲，我是讲这句俗语，讲老高啊，老高会形容老就是特别死啊，伊个跋落去，毋就晕死，是安尼，我是安尼想啦，照讲高伫树仔顶应该是骹手真美咧，对，老啊，会跋落来。对。对啊，哦，你是都无路用啊你几边啦？你哦，你三票，这位来啊，恁两个怪，恁两个无共款的意见嘛？嘿所以你是选第二个鸟鼠跋落回京，是安怎选的？因为我想讲吼，这无人选呐。系啊，对啦，安尼直接的。学姐分享我有选选。请老师解答就知影。好，头仔讲一寡话吼，大家帮做参考啦。讲是来了滚来的，这个了吼变做假的字啦，来滚来的就好啊。哦你要受华语的影响，变来了好几个嘛。哦，来滚来的，来过来啊，想讲吼，生了真水，生甲真水。哦，这就是台语甲华语无共款的。另外迄个啱嘿，观察底死无底老，所以不一定讲老狗先死。哦，所以老狗跋落树骹，老狗爬树已经爬几啊十档啊，经验足有啊。如果是安怎跋落来，死哦。所以是安尼搬戏共款，嘿，搬戏跋落戏边骹共款，你搬戏搬足久啊，啊加减会死哦啦。啊上好，行路有时嘛会拄久啊，精神无好的时阵就会死哦。所以老狗跋落树骹是讲死哦。毋过头风调强调一句话，哦，你抹粉抹足够。
画好擦笔吼，连咧涂骹粉拢落去啊，就亲一只鸟鼠啊吼，跋落花茎，伊规间房间拢放啥？放石灰，石灰，所以鸟鼠啊本来应该是朴色的，不过落去内底变成什么色？石灰拢什么色？白，所以规只变成白。所以表示讲哈，抹粉抹伤够啊啦，所以若针对头皇上所讲的话，恁拢无认真咧听，伊是嫌心动吼，伊讲的伊话总吼话伤够啊啦，所以意思应该是讲迄个鸟鼠跋落花茎，这才是正确的答案。我是句话啦吼，朋友车吼，唔通啦，只能拍破鼓励着啦。